台湾的石板去年6月时去予中国禁止进口，今仔中国却阁向宣布讲，随要恢复进口咱台湾石板。不过，敢若限制这间市场，养殖业者当然是乐见其成，嘛表示会继续拓展市场，分散风险。也农业部是呼吁中国更加改进的标准讲好明，用政府对政府的防疫平台来沟通。中后班期在伫养殖地将活到部分养殖业者也心情放轻松。中国台办日前宣布，即麦开始恢复台湾石斑鱼活鱼输入。不过，爱来自得到注册登记的7间养殖场，国台办表示，这是因为中华华夏农经协会理事长苏清泉、中华农渔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义成等人的协调。即嘛嘛是要求自我管理，安尼家己药检鱼啊品质啊。高平是国内饲石斑上济两大都市，即摆改建的7间养殖场也拢来自高平。以去年来讲，屏东总产量是6906吨，花鱼外销占31%，高雄总产量是4715吨，外销占17%。花鱼过去拢销去中国甲香港，去年6月中进门了后，就以香港为主。要把我们的目标拉起来到，就是我们不只是针对中国输出这件事情而已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附近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或者是日本，或者是美加的部分。石斑被禁运差不多年半，这期间真是业者透过加工改良、精进管理技术才准备，希望拓展市场分散风险。面对部分改进的消息也乐观其成。不过，民众院长周春美也这期选举期间无有更改进，恐怕是政治考虑。在21天之前又来宣布这样的讯息，其实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含义，我想大家各自解读。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不行，也没有告诉我们哪里有问题，你也应该要告诉我说，那不符合你的哪些的点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改善。农业部表示，禁运期间继续提悬饲石斑的卫生安全等改善措施，也真侪摆联络，佮提供中国合格业者名单，佮呼吁中国不应该单方面改进，佮重回政府防检疫单位对外平台，也继续协助业者开拓国外高消费市场，确保受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